3星期天，爸爸妈妈哥哥和我一起去海边。我和爸爸一起去游泳，妈妈和哥哥一起去做早饭吃。下午1点做好饭了。哥哥和我叫爸爸去吃午餐。今天妈妈做面条、炒饭、木瓜沙拉、果子、苹果子、太茶。妈妈做的菜多好吃，我们读惯的很开心。非常好